有限公司得一位同事就係 Vivian。多謝你加入咗1年多都未有1年係啦，一路跟住我。可能你都受咗好多委屈，希望我可以能夠成長成你嘅大樹，我都可以保護你。第二個就係 Legend Star 呢個無限傳奇文化有限公司 Alvin， 多謝你，多謝你每一次幫我去揀好多好嘅歌啦，俾咗好多創作嘅空間俾我啦，令到我可以專心創作，可以寫自己想寫嘅歌，出自己想出嘅歌，多謝你。當年都有我自己創辦嘅學校 Baseline 音樂學院，多謝我2位 partner Alex 劉月星 Galen Call 郭小瑜，多謝你哋2位喺一路幫助我喺除咗企喺台上面嘅夢想之外，仲幫我 run 一間學校。劉月星先生，我想同你講多謝，深深。每一次冇錢冇時間嘅 job， 我就揾你幫手，真係對你唔住。郭小瑜，短短加入 Baseline 1年幾，我知道你付出咗好多努力，雖然好多時候我哋有好多嘅爭吵，但係你一路都留住喺度支持我，多謝你。最後要多謝今日，sorry， 我有啲唔記得咗，我仲有好多同事Stephanie、Wing、Bingo、新嚟嘅同事 Natalie、Kevin 係啦，我好多謝你哋包容我，睇住我成長。我希望有一日我可以做到你呢度，我可以做到令到你哋每一位都為我驕傲。仲有今晚送俾我哋好食嘅食物，蓮香樓，多謝你哋今日贊助我哋食咁好食嘅嘢。哇！最後各位嘅 fans 們，冇你哋冇我今日。我想話俾你哋知，我唔係一個好識氹人嘅一個人，但係我睇住你哋每一位跟住我到而家，我可以嗌得出名嘅阿 June、Sarah、Calvin、朱古力、姐姐、Derek， 有啲我睇唔清楚樣嘅，我真係好多謝你哋每一位，無論我係點，你哋永遠都係企喺我呢度同我講，江明你係最叻嘅。我希望有一日，我真係可以企到更加高嘅時候，我一定唔會忘記你哋每一位。喺香港呢10幾年，你哋就好似屋企人嗰個存在。見到一啲唔好嘅新聞，你哋仲急過我，我會安慰你哋，同你哋講唔緊要。我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，我個人明究竟係個點樣嘅人。鍾意我絕對唔係令你哋失望。多謝大家，我真係講唔出嚟，我做出嚟 thank you。仲有最後，我一定係講多謝，就係我今晚呢一隊 bandmates。其實我想講，我第
第一次同大家合作，我感受到你哋嘅專業，你哋每一位對音樂嘅呢種熱誠。其實音樂人唔容易，真心唔容易，揾食又唔容易，揾 job 又唔容易。我哋大家都一樣，希望未來有機會，我哋再一齊玩。因為我真係中意同一班叻嘅音樂人一齊玩。Sorry， 我哋個種唔係話sorry， 我亂講嘢，大家都好叻。我成日咧就係我個腦轉得唔夠我把口咁快，大家都好叻。我以前嘅都好叻，全部都好叻。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。